后来为着这个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车的司机，伊的妈妈甲卫生警察嘛确定来感染。就伫这个敏感的时刻，中部有某一间的工厂突然间打出着告示，讲本公司因为有员工的家属是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所以全体员工必须爱自主隔离到3月初1。这是引发着外界的担心，敢会是新增加的病例呢？咱的记者联络着头家。头家讲，这个公告是真的，但是即卖不实的谣言太多了，所以无方便回应任何的问题。面册打出告示，本公司员工因为家属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体员工需要自主隔离到3月初1，停止收单甲出货。因为票注的日期是2月17、8、1，嘛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白牌车司机妈妈甲卫生女婿确诊的日子，引发外界联想。来到这间工厂，大门关咧，附近的厝边听到这个消息，嘛讲会惊。我嘛惊，阮的人会恐慌，因为阮遮嘛带一个。无遐严重。想要就忙的顾客嘛，挡伫门外。他自己贴啊？对。哦，原来如此。暂时不会，就他们应该要自我隔离啊。联络工厂负责人，对方讲告示一打出就真侪无实的谣言乱传，所以即马只愿意承认告示是真的，其他唔免阁加讲。公告是真的吗？不好意思，不回答任何问题，好吗？不好意思。工厂若是真正需要全部员工隔离，那咧4周的环境，敢会消毒？环保局讲爱配合卫生局指挥，目前也无收到命令。